今日講春秋五霸第一霸齊國。西周初年，姜子牙受封齊國，靠而言之利迅速崛起，成為東方大國。到齊桓公時期，佢重用管仲改革，提出尊王讓賢，糾合諸侯，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。春秋後期，軍權衰落，田氏家族慢慢掌權，最終田娥取代姜齊，成為新嘅齊國君主。戰國時期，齊威王重用周忌、孫鄧，大大魏國，再次稱霸東方。齊宣王時期，職校學院百家爭鳴，文化達到巔峰。可惜齊閭王窮兵黷武，遭到五國聯合伐齊，幾乎亡國。雖然田單善用火牛陣復國，但齊國從此元氣大傷。西元前221年，秦軍大軍壓境，齊王便不戰而降，享年800幾年嘅齊國最終消失喺歷史之中。